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倒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撒者，咱做伙用吟诗来学习咱的主上帝。圣诗第160首，圣诗第160首，诗起我需要主，请兄弟起立，咱做伙来吟全首。我需要主。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只是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愿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伫你的厅内面，同心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你是信实、充满慈爱甲怜悯的上帝，是阮所仰望的主。主啊，愿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求你将道路指示阮，求你赦免阮的罪。伫目前全世界的疫情当中，你是阮上大的倚靠。感谢你保守看顾阮，将阮卡在伫你的翅内，保守阮平安。伫阮的生命中，无论拄着什么困难，阮永远要学乐。当阮怀疑不安的时，阮永远要祈祷。求主使阮有完全的信心，我靠主勇敢向前跑走阮头前的道路，将阮的一生拢交托伫你。只要阮坚定相信，无论求什么，伊拢会甲阮成，因为阮是属伫主的，阮是你所听的儿女。求主甲阮同行，互主踮伫阮内面，阮也踮伫你内面。亲像葡萄树枝结连伫葡萄树一样，结出好的果子来荣耀主的名。
阮阿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煞者，咱来启印启印文第一篇《申命记》第六章。启印文第一篇《申命记》第6章。现着我来启，请兄弟来印。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老年甲美丽地，事事亨通，人也加添济济。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第三，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话，着记伫心内。嘛着温群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年行，你倒伫夜市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把一手呢做记号，别伫夜头提醒，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城门。以上，煞者是献诗。今日要献诗是用信歌队要来献诗。献诗的这个诗歌是主是我的牧者。主做我的保护，你。
大家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8节。现在我来读，请大家来看。我是真诶葡萄树，我诶爸是做园诶人。囡仔连伫我诶枝无结果子诶，伊就生起来；囡仔结果子诶，伊就收互伊清气，互伊结果子搁较侪。今日因为我甲恁讲诶道理已经清气啦，恁着踮伫我，我也踮伫恁。即使枝无连伫葡萄树，就袂为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侪侪。因为到我三离，恁就袂做甚物。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势伫外面，亲像枝煞孤达。人甲因迄落火，就烧去。恁若踮伫我，我诶话踮伫恁。凡若所爱的，恁着求，就要甲恁食。恁结果子侪侪，对安尼我会爸得到荣光，也恁要诚做我的学生。以上。即条请兄弟起立，咱做伙同齐来念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大家请坐。小姐，要请达牧师来为咱敬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我属主耶稣。各位兄弟姊妹以及线上的兄弟，所有的家庭，大家平安。愿主的恩典甲咱三角地地，咱嘛看到哪来哪好的消息就是可能伫即礼拜咱有可能新期待，嘛上帝施恩带领，互咱过去两个月尾的3级的疫情的防疫，每一个人真遵守配合。嘛，期待即个礼拜有好的消息。今早是总会文字团队主任，嘛是搁回归讲台，牧师代表公报社以及所有文字事工遮的工作来大家请安，嘛求主帮咱伫文字的顶面来做传录音的工作，包括咱的新眼光的读经以及咱的更新。也是这个教会公报吼，愿上帝帮咱。咱的教会有新的设备、新的功能、新的各种无共款的功用咱拢做一个测试，包括咱今日透早献歌队所献的诗歌，嘛帮助咱伫防疫的这段时间，无法度实体聚会，总是透过影片来甲大家三角来分享。伫线上做伙来敬拜上帝。主是我的牧者，主是我的牧者，咱是羊仔。主做咱的保护，绵日照顾，伊知影咱一切苦楚。主是咱的牧者，主是咱的牧者，咱是伊的羊。搁较大，咱来看，咱是耶稣所牧养的羊。愿主搁较大的疼痛。来扶持咱同心来祈祷。主，咱
恳求你施恩予阮，予阮所欢喜是耶和华的律法，是耶和华你的真理，予阮每日规日来思考，帮助阮的所行，亲像栽伫溪边的树，照时来结果子，予阮的叶木生枝兴旺，予阮所做嘛一直亨通。上帝，你甲阮三角同在，予阮行伫义的顶面，正做义的人。感谢俄勒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连续兄弟姊妹，咱若想着讲我属主耶稣，有可能大家想着羊仔即个动物，包括咱拄仔圣歌队所献的诗歌，主是我的牧者。最后一句讲羊仔。咱是主的羊仔，佫较好的讲法是，我是主的羊仔，所疼的羊仔囝。有一个牧师陆秀峰牧师，伊的团契内面有一首诗歌叫做我是主是葡萄树，主是葡萄树，主是葡萄树，咱是枝，伫主内面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开主，咱袂会做啥物？枝无法度做啥物？主是葡萄树，咱是枝，伫主的内面，咱结丰盛的果子。羊甲葡萄拢是耶稣咧譬如，咱是属伫伊的树枝，咱结果子。羊是咱属主的羊，因为牧者知影羊的声，羊嘛知影牧者的声。中华有一个所在，叫做溪湖镇，西湖镇。伫伊要入口的所在有一句话讲：欢迎来到杨浦小镇，有羊仔有葡萄的小镇。因为即个镇内面有羊肉炉，嘛有出产葡萄，所以镇长用一句名词讲：欢迎来到杨浦小镇、杨浦小镇。互咱想着讲，耶稣用羊。用葡萄来形容，咱是伊属伫伊吼，所以耶稣用葡萄、用羊来解说。所以讲，今仔日牧师用约翰福音15章内面葡萄树甲葡萄枝的譬如，来甲大家三角分享。咱每一个人，包括我，拢是属伫主耶稣。葡萄，咱拢真熟的水果。但是葡萄树检采有真侪人毋知影葡萄树到底是生做怎样。其实葡萄伊本身毋是一丛安尼徛直直的树，葡萄伊是属伫木质藤本的植物，伊是属于茶木材的树枝，无毋对，总是伊较适合的解说是藤和藤，即种会四过会乱酸乱白的藤，就是乱爬的藤。所以葡萄树，咱用正确的看法，伊毋是一丛徛好好的树仔伫遐，伊要徛好好是透过主人用架仔、用皮仔甲伊搭起来，所以一丛一丛的葡萄才有法度成做徛直直，那亲像树一样。这是互大家会当来了解，如果葡萄树若无人去管理，会生做怎样？就会生做亲像咱所看的 PPT 的倒屏即张相片伊是乱选乱白，伊嘛会结果子，总是结的果子无亲像人去栽培，去甲伊修剪，去甲伊整理，遮尔整齐。甚至伊结的葡萄可能是酸的，所以旧约圣经讲：哎哟，你哪会食到迄个酸的葡萄？要种甜的，佮结出酸的，就是咧讲以色列百姓。先知讲以色列百姓是上帝所甲伊栽种的，但是结出来既然是酸的葡萄。耶稣嘛用安尼来譬如，咱是伊葡萄树顶面的树枝，耶稣是葡萄树。上帝是栽种的主人，用这种三个关系
来做披露。如果坡头若无人管理，是无整齐，安尼杂乱，没有整个次序程序。但是有人栽种的坡头树是一丛一丛，然后佮甲伊套地才会当生出好的坡头。这是为着要好的管理，有好的品质，有好的收成。所以主人爱真用心来用皮用架甲伊搭起来，或者会乱选乱拔的坡头藤、坡头枝，会当有一个好的方向，有一个会当生长好的空间。所以咱安尼看起来，坡头才有法度生一丛坡头树。所以耶稣要做这个披露的进程，伊知影种葡萄真搞工，种葡萄很费功力，很费人力，包括采收的时，因为葡萄毋是亲像柳丁，亲像柑仔有一块皮，遮尔厚的皮，伊嘛无亲像椰子，安尼刻安尼弄，拢袂受伤。葡萄是爱真细腻、真小心、真用心，安尼甲伊套袋、甲伊包起来，而且伫咧收成的时，佮爱用箱仔甲伊缀起来，佮爱用即个发泡棉安尼甲伊厝的，甲伊套地才有法度到伫消费者的手中。因为这运输的过程会靠着弄着，检查这葡萄有靠伤，就无法度卖。所以世间遮尔侪果子，耶稣为什么要用葡萄来披露伊家己诚做葡萄树？各位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过，为什么遮尔侪种的果子，伫迦南地所在，嘛有无花果，嘛有葡萄树，总是耶稣为什么种葡萄，诚做即个披露讲，我是一丛葡萄树，恁是树枝。过去迄礼拜，咱的政府开放，你会当选择疫苗，你会当去网络来登记，因为60外岁以上真侪人拢已经有注着疫苗，我也特别往下面的即个年龄来开放。有人就选择我要经即个牌子，因为即个牌子，我感觉伊对我住来较安心，所以大家人拢要经即个疫苗。但是即种的呢，疫苗足多，但是无人经。疫苗开放了，你有选择。耶稣入耶路撒冷城的时，伊看到这丛无花果树，无法度结果子，就咒诅伊。过几工，叶甲枝拢枯干去，都枯干了。只有枝，只有叶的无花果树，没有办法给主人带来福气，因为无结果子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耶稣伫路加福音甲伊讲，空占土地。伫葡萄园的内面有一丛无花果树，这丛无花果树无法度结果子，诚做空占土地。耶稣讲，你空占土地伫遐，无生果子，无互主人来得到福气。所以咱知影讲，为什么耶稣选择了葡萄，却无选择无花果树？毋是无花果树毋好，是葡萄树会当做真好，互咱的提醒。到今仔日，咱咧想，耶稣种葡萄树是真好的选择，因为葡萄所结的果子非常的多，伊若结出来是一拍规罐。毋是敢若一粒一粒安尼结咱要收成的葡萄是安那一罐一罐一拍一拍安尼。所以栽种的人是上帝，是主人。葡萄园是上帝所管理的园，嘛是会当上顶代表全世界。所以耶稣是葡萄树，所以葡萄树几若丛，这园无可能是种一丛葡萄树，有可能是种几若百丛。甚至伫欧洲，规个葡萄园是非常的大，可能有可能是成千丛嘛，无一定。所以伫树枝的顶面上顶是咱，即丛主要的树枝是耶稣基督。用即种三种的关系，咱做伙相甲来分享
咱是属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第一，咱知影讲天父是上帝，天父上帝是葡萄园的主人。其实葡萄即种的树即种的植物是非常的嫩，伊的酸甜，伊的酸甜，总是主人甲伊用起来了，哇，它就站得直挺挺的，伊就徛直直，就开始照伊的枝、伊的叶来生即个葡萄。所以树即个形状是主人特别用心，所以主人用这片是要为着会当搁较侪收成，互这枝的叶会当发了搁较水、搁较旺、搁较有这个空间。因为你若乌白选、乌白拍伫土骹底，有可能结出的葡萄真紧就会烂去，也是互虫、互遮个动物食去。所以伫15章第1节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我的爸是做园的人。所以耶稣甲家己看做葡萄树，天父上帝是设计即个园啊，即个葡萄园的主人。耶稣背负了上帝予伊的召命甲使命，互上帝使用，最后伫十字架顶。那亲像即丛葡萄树，伊最后就是爱互高举伫十字架顶。伫那即丛葡萄藤成做葡萄树丛，酸甜的树，酸甜的藤变做枝，佮创造佮较好生长的空间，互即丛树会当生佮较侪枝，发佮较侪叶，结佮较侪的果子。所以，咱若是甲葡萄甲伊采起来，变一丛树的形状，就法度创造真侪好的空间。会当创造真侪生命的空间。当耶稣基督互高举伫十字架顶的时，留了保惠，互咱得到洁净。以赛亚书53章5节是咱足熟的经节，讲耶稣为着咱来的过失来受伤，为着咱的罪来受害，伊担当刑罚，互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用这节经节来形容耶稣基督互高举的时，其实是受伤累累、受伤累累，是安尼用伊的身躯来背咱的罪，互上帝来得到荣耀，互主的名来得到荣光。所以这丛葡萄丛是的主基，主干是耶稣，为着世间人会当得到我。来死伫十字架顶。耶稣是真的葡萄树，是实实在在。葡萄是世界上种植的范围上界宽的水果，嘛是种植的面积种植的面积最广大的水果。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来讲？咱知影葡萄的发源地差不多是伫中东、近东。的那个地方，然后渐渐扩大规个欧洲是种葡萄真早的所在。伫汉朝的时阵，嘛有记载葡萄这种的果子的名，所以葡萄是种植历史非常的久，种植的面积非常的大。当北半球的移民到南半球，伊嘛甲葡萄炸去南半球来种植。你看哇，南半球也很适合葡萄的种植，所以伫阿根廷、伫智利、伫澳洲、纽西兰、南非也都有种植葡萄。所以你看，北半球有葡萄，南半球也有葡萄，而且葡萄又分成白葡萄跟红葡萄，有两种无同款的色水的葡萄。全世界有8000多种的葡萄的品种，有的是野生种，有的是人特别甲伊改良、繁殖，互伊成做无同款的品种。耶稣讲，伊的生命若葡萄树，所以葡萄树既然有遮尔啊丰富、多样，会当满足人，嘛满足上帝，互食的人得到满足。咱看这现今地面上，全世界有无同款的教派，那上顶是
无共款的品种一样，无共款的教派有无共款的差别。甘菜较亲像葡萄，有诶较酸，有诶较甜，有无共款的造就，有无共款的服侍。总是唯一会当互上帝甲伊确认，甲伊认证啦，就是咱甲主耶稣三角连结。你的教派若无甲耶稣基督连结，无用圣经做中心，咱基督教派当甲伊讲，这是异端，这是异端。所以所有的道理，咱所读爱甲耶稣连结，爱甲这本圣经连结。宗教改革的时，有提倡几个声明，就是讲第一，唯独圣经；第二，唯独信心；第三，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其中有一点，唯独基督。这就是甲咱讲，咱所有信仰的内面，拢是甲各我的耶稣基督三角连结。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丛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伫这片园仔内面，唯一会当认证的标志，就是咱信对死各我的耶稣基督，赐予人类得救的耶稣。这是咱非常好的提醒。第二，咱属于主耶稣的，咱要爱做甚物？咱爱得到生命。葡萄园的主人管理这片的葡萄树，所以有耶稣有认证，咱甲耶稣连结的葡萄树，顶面的每一个枝，就是咱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信徒甲兄弟姊妹。15章第5节的上半段讲，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啊。所以枝的养分来自这个葡萄树的供给，伊的营养分，互咱做枝的兄弟姊妹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真重要的部分。所以信徒甲耶稣之间，咱是生命的关系。若无枝无叶的植物，是无有生命的能力。所以一丛果子树爱有叶有枝，才会当结果子。树的生命力强还是无强？有法度开花，还是无法度开花？有法度结果子，也是无法度结果子。枝甲叶真重要的关键。当然，这丛葡萄树嘛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耶稣讲，咱若是无甲伊连结，咱就无法度甲这树棵、树身连结。所以枝一定黏伫树的顶面。所以要种这丛葡萄树，的主人爱真用心。伊若咧管理的时候，发觉讲这丛树枝已经要断啊，有可能伊就甲伊剪掉。剪掉要做啥？就放伫边仔晒互焦，做茶来烧。所以讲，咱的生命爱甲主相连结，才有法度互枝叶兴旺，佮结真好的果子。第二，耶稣讲叫咱做信徒，咱做兄弟姊妹的生命。如果咱若无黏伫树棵的顶面，就是甲主失去连结。咱每一个做树枝的职分甲角色，就是甲树身三角结连。若无生命的供给，咱有可能失去水分，失去营养，孤单变做无生命的树枝。这是耶稣所甲咱提醒。15章第6节甲咱讲：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杀伫外面，亲像枝雪孤单，人扣因迄落火就甲烧去。这段就甲咱讲，咱若是真做已经枯干的枝、枯干的叶，是没有用途的。主人会把这些枯干的枝叶把它剪掉，集中起来，用火甲烧掉。所以咱若无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无属伫主耶稣基督，
就亲像离开主的机房，迄落火烧。愿主帮助咱做基督徒的使命，是爱有耶稣基督的营养分来输入咱的使命，来输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三，耶稣连结了众教会。有人讲咱长老教会是台湾教会的大囝，因为咱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咱罗州教会伫2023年也要来进入宣教的150周年。2023年是咱宣教150年，所以咱爱用耶稣基督做咱的中心，因为耶稣用伊的身体做譬如讲我是葡萄树。这嘛是讲，咱嘛譬如讲，耶稣的教会，用耶稣基督的使命所建立的教会，是爱甲耶稣做真好的连接。咱台湾有真多教派，敢若浸信会就浸礼派浸礼派就浸信会甲浸宣会，就两个不同的系统吼。不要紧，这拢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亲像葡萄的品种，无相款。葡萄的品种有遮尔侪种，教派有遮尔侪种。这有耶稣特别的譬如。所以咱教会已经承接圣殿，成做信徒敬拜的所在。所以教会功能毋是一个组织那定，嘛毋是一个宗教单位那定，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在这一棵葡萄树下，我们要有耶稣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基督。咱有耶稣的使命，才会当活出耶稣基督。所以教会更较大的功用，是咱连接耶稣基督，成做一个使命的共同体。伫这个使命的共同体来成长、来开花、来结果子的一个使命的共同体。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拢是属于耶稣的肢体，教会嘛亲像真侪耶稣的肢体一样，来组成使命的共同体。亲像咱台北中会，咱有100几间的教会，就是有100几间的肢体来组成这个台北中会。所以这个台北中会嘛，当看到是一丛葡萄树。另外别个中会嘛，当看到一个葡萄树。无共款的葡萄树，佮招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千几间，这个园安尼。所以咱按用安尼来看，哇，这世界非常的大。咱每一个国家拢有基督的教会，所以咱基督徒伫这个终末的时刻，咱来实现耶稣所交托予咱的大使命，结出果子。所以结果子真简单的讲法，就是去传福音。15章第20有甲咱讲，既若念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伊就散起来；既若结果子的，伊就收互伊清气，互伊结果子搁较侪。兄弟姊妹，今日第20已经有甲咱讲到这3个关系，耶稣、天父上帝、信徒。园主的用途真清楚，就是要结果子。虽然你若是念伫耶稣基督，咱若念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但是若无结果子，怎变成无花果的结果？无花果无结果，无结果子，就安那受到耶稣甲伊咒诅。主人甚至甲伊删掉、剪除。但是有结果子的，要互伊清气，互伊安怎结果子搁较侪。所以第15章30有甲咱讲答恁，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气啦。葡萄树的譬如，这丛真的葡萄树譬如，会当甲咱讲，对咱来讲，对咱的教会来讲是真好的提醒，因为耶稣为着世间人的罪。已经洗清咱的不义，这个清气就是咱伫罪内面一定得到赦免。咱信徒领受耶稣基督的教训，真做得到恩典、得到救的人，
这个人组织起来的所在叫做教会，是用耶稣的性命，是用耶稣属灵的性命甲保护来起造的教会。咱的教会爱成做圣洁的器皿，要成为圣洁的器皿，因为耶稣已经说，如果恁若听到我所甲恁讲的道理，所信这个道理就已经清气。已经清气就是代表咱爱成做圣洁的器具来互主使用。所以罪人得到圣洁，得到清气，咱毋是靠咱的行为，是靠着咱认罪悔改，伫耶稣基督的面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死命，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活命，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清洁的保护来洁净咱。所以约翰一书第1章90讲，如果咱若承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所以信徒信耶稣基督了后，内在性命爱脱去旧的自我，我们必须脱去原有的我，才能够得到属耶稣的生命。咱爱脱去旧的我，才当得到属伫耶稣新的性命。用主的道理，就是圣经的话语来起造，伫行出道理的内面来中大，而且该听圣经的教导，安尼咱的内面才有洗清气的功效。所以耶稣讲，你已经清气，大迄则讲，敢若互咱收，互伊清气，才会当结果子搁较侪。所以咱属耶稣的人，爱完全。因为耶稣已经用伊的保护使咱的罪成做清气，嘛，互咱的心内要显出有清气的功效，就是会当结出果子。第三，有甲咱讲，我属主耶稣，咱爱做啥物？咱爱结果子。结果子毋是讲一届营养分，互即个基基就法度来结果子，爱有一段时间。热天拄好是真侪果子生长的时阵，包括葡萄嘛是热天来生产吼。所以咱知影讲，这个葡萄枝毋是一届吸收营养分若定，是爱不断每一日所以葡萄是慢慢长大，包括所有的果子嘛是安尼。所以咱看到爱不断供给基水分、营养分，这张葡萄树才会当来生长。而且才会当结果子，所以咱做树基的咱，毋是干那一届甲主连结就会当结果子，是要透过咱不断甲主三角来连结。用读圣经来做譬如，毋是读圣经读一届，规本的圣经你就完全了解，是咱来去读第2届、第3届，每一日读时常来读，才会当了解即个圣经内面所甲咱启示甲教导，所以人生若要得到耶稣丰富的生命，要得到永袂喙焦的水泉，永袂枵生命的粮食，就是甲主三角连结。咱结果子的秘诀，就是咱爱住伫主的内面。15章第4节已经有甲咱讲，恁着踮伫我也踮伫恁。设使基无黏伫葡萄树，就袂话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一张树基无可能家己就当结果子，所有的营养分一定来自即张树身，即张树棵。所以咱常常住伫主的内面。15章第5节的下半段嘛甲咱讲，踮伫我也踮伫伊个，就结果子侪，因为甲我三字就袂话做啥物。耶稣用即2节来甲咱讲，树对树身来吸收营养分，然后树身将营养分送到每一个树枝的顶面，树枝才有充足的营养分来结出果子。所以咱若住伫主的内面，才有法度得到主予咱的营养分。才有法度吸收耶稣予咱的营养分。所以讲，耶稣讲结出这个果子树是要荣耀上帝。电影
电影叫做《The Transformers》变形金刚这出电影。这出电影已经出来有一段时间，因为防疫期间无所有看这出电影，看两集啊。讲到底这个电影是咧演啥？就是很科幻，科幻电影。但是内底有一句话，嘛好甲大家做伙三角来分享。这出电影内底讲，看到当人类看到变形金刚的时，伊讲上帝用伊的形象做咱每一个人，做人类。这变形金刚到底是用啥物形象做的？这是一个问号。所以咱人有上帝的形象，是互上帝创造的时，所以咱是有尊贵、有灵命、有思想的形象。咱是有灵命、尊贵，以及有思想的形象。咱比所有的受造物搁较层次搁较悬。总是这话甲咱讲，变形金刚是用啥物形象做的？所以耶稣用这个譬如讲，咱来想象伫耶稣的内面，嘛提醒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形象。咱来用上帝的形象来彼此相款待，才会当结出生命的果子，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就是咱属于主耶稣的手机，对咱真好的提醒。结果子是要荣耀上帝。个人甲教会拢要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结出果子。咱个人的部分，咱伫信主的内面，得完全来倚靠上帝来生活，才会当有结果子的人生。伫教会内面，咱要用耶稣的生命来彼此相款待。愿咱落就教会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做传福音的基础。所以咱若安尼会当互人对咱的信仰来得到感动，互人看出咱是小小的基督。所以讲，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教会，才是有生命，才是有生机、有活力，有生机、有生命、有活力的教会，是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15章7到8节，是会当讲这段譬如最后的结论。讲你若踮伫我的话就踮伫恁，凡若所爱的，恁着求，我要互恁成。恁结果子多多，对安尼，我的爸得到阳光，也恁要真做我的学生。所以咱真做学生是爱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信仰是爱甲主相连结，信徒必须爱甲主连结，不断对主来得到生命的供给甲供应，才会当结出果子。咱每一日的生活，嘛是爱甲主保持真好亲密的交通，借着祈祷、读圣经，个人甲主的连结。伫教会，咱嘛借着服侍甲主连结。所以伫基督内面的人，遵守主的道，是甲主的肢体，就是咱的教会有相通，有聚会，有代祷，一步一步来见证耶稣基督，成做结果子的树基。咱的教会爱成做结果子的树基，这是真重要的部分。所以耶稣用葡萄树的譬如，一粒果子，葡萄果子。那敢你敢有可能去市场讲，我甲你买一粒葡萄？无可能。店家嘛无可能卖你一粒葡萄，伊有可能互你试食一粒葡萄。所以咱要买葡萄，已经是买1拍、2拍。所以一粒果子，敢会当食若定？但是若是真侪葡萄，会当做啥物路用？真侪葡萄，伊会当来做果汁，伊会当来生酒、生醋，而且有可能伊会当来煎油，葡萄籽油。所以葡萄伊是爱种做，爱压肥，爱压水，然后才有采收。这就是上帝伫辛苦的所在所栽种，用耶稣基督这种葡萄树栽伫世间，互咱来结果子。所以咱爱结真多果子，才有搁较好的作用。
咱若是结一两粒果子，可能无啥物功用。咱爱结真侪果子，才有真好，搁较大的作用。愿咱属地主诚做好的树枝，来结好的果子，来做真好的作用。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你听阮，互阮诚做属地主的树枝，连结伫耶稣基督这张树的顶面。因为阮若无结果子，检采上帝你就甲阮散起来，散除，诚做烧火的柴，互阮莫亲像安尼，互阮亲像即个有生命的树枝，兴旺茂盛，总是最后阮会结出果子。这是主你所教导阮的，互阮的侍奉服侍，拢会当荣光上帝你的名，诚做会当结果子的枝，赐予阮的教会帮助阮，嘛互阮伫无久的将来，若有法度伫防疫搁较好势时，有法度实体礼拜的时阵，搁再来教会送到组织。愿赐你帮助，是阮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也保守阮的教会，保守中会，保守规个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以及所有的教派、所有的教会，拢伫这个时刻会当常常甲主你连结。愿献上祈祷，献上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接着，咱来念回应诗，信诗第79首，救主疼痛纯真无限。听遐这起立，咱念全首。请坐，再者咱来奉献。
这车坐。再者，咱来同齐念今仔日的金句。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咱大意做伙念2遍。请，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我点伫恁的叶，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甚物。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我点伫伊个，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甚物。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现在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台湾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全国3级的防疫警戒。延长到7月2日，就是下拜一。为着要降低咱群聚感染的风险，并为了咱主日礼拜甲保守会友的健康，所以咱主日礼拜团契聚会甲周间的聚会，咱拢做一寡调整。目前咱主日礼拜照常来举行，第一礼拜是9点，华语礼拜10点半，咱是用网络直播的方式，鼓励咱大家伫个厝内来收看视讯的直播，同时来敬拜。咱会使伫个脸书来搜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罗州教会，咱就会使来收看。敬拜学老啊，佮有圣歌队的献诗，咱目前是暂停。啊，团契的聚会甲周间的聚会，咱嘛是拢暂停的。有关奉献的部分，伫个厝收看直播同步的这个会友，咱会使利用周间就咱的奉献。送到咱的办公室，交托咱干事来帮忙处理。干事伫防疫的时间，伊是8点7点，暗时7点到下班，所以咱会使摕来个办公室来，请干事来办理。另外，咱嘛会使用转账奉献的方式，咱会使甲咱的这个奉献用转账的方式。咱若转账了后，咱一定要伫个当周的拜5中昼12点进前来回报，甲咱的姓名、电话，佮有转销的这个日期，佮银行的账号、金额，甲咱要奉献的项目，一定爱来甲干事才来回报。咱若无法度伫个拜5中昼12点进前回报咱的资料，这笔的奉献，咱就要以自知名的来入效。来入伫咧教阮奉献的部分，这部分就无法度记录伫咧咱的奉献证明的内底，所以请兄弟来注意一下。咱转账的奉献是干那开放伫咧咱防疫的时间来使用。第二，今仔日是文理传道奉献的主日。台湾社会公报社主要的事工是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新眼光读经、少年新安宫、甜蜜亲子报，啊，佮有信仰书籍的出版，甲基督教书房。这前5项的事工，咱拢是免费来索取。像新眼光读经，还有更新，是咱常常都看的，咱嘛有真好的一个造就。咱福音文理宣告的事工，咱请咱兄弟来关心带导，用奉献来支持。第三，咱本会圣歌队指挥刘安琪老师，因为个人的生涯规划，伫8月初1要伫高雄的小学来领教。愿主希望锻炼安琪老师的前程。咱来感谢安琪老师这几年来的辛劳甲付出，愿主纪念。最后，伊头前的路站一切拢顺利。第四是韩国3一长老教会有来函，因为全球的 COVID-19 的疫情真严峻，所以咱今年所教的短宣依然是以线上的基督会的直播方式来进行。咱要伫个8月初6拜5暗时的8点，这是咱台湾的时间吼，要甲台湾32间的伙伴关系教会，也就是咱罗州教会，要同步来进行。相关的连结方式，咱会公布伫个教会事工群组内底，以及各团契的事工群组，请兄弟才来注意，做伙来线上来参加这个基督会。
第五是特别的奉献，教会影音设备已经广泛的工程已经完成，邀请兄弟姊妹做伙踊跃来灵观来奉献。第来是咱讲读经第3期的读本《经历主恩扭转人生》，已经放伫个教台桌顶遐吼，请兄姊会使自由来索取，互个人伫逐工拢会使伫个厝内来灵修。第四，每周三暗时的早起记得会，咱即摆拢是暂停吼。那会计报告，请咱家己来看。集体相通的消息，为着请咱大家来为肺炎的疫情来祈祷，求主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甲防疫的人员，加速咱疫苗的取得甲施打，属下平安，甲咱同在。保守台湾全体国人，咱拢会使度过这个难关。对疫情来冲击着咱的经济，甲死啊人口的上升，求主怜悯规经济的活路。咱大家做伙加油，嘛请多多保重，大家做伙来战胜疫情，相信咱拢做会到。愿平安、康泰归。甲愿平安康泰归伫远处的人，嘛归伫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57章19节。我再来读一次哈。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记载在以赛亚书57章19节。第二，咱就为着欧洲百年的水灾的灾情来代祷，求上帝帮助德国、多新堡甲荷兰相关的救灾。第三，咱嘛为着全球的暖化、气候异常，因为气候异常加剧咱的水资源的危机吼，愿上主施恩祝福咱台湾，锻炼咱做伙保守咱的自然的环境甲生态，无过是污染。请咱大家嘛共同响应节水的运动。下面就阁有咱的兄弟集体的需要，有辛苦白疼的，嘛有这兄弟，请咱为伊来代祷，来关怀。虽然伫疫情中间，咱永远使代祷，个彼此来关怀，来彼此连结。过来是总会、中会甲教界的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咱为问金有申请的办法，吼。那么确诊甲罹难的每一个人的慰问金是3000块。中价收入户确诊也是罹难，每一个人慰问金是5000块。伊的主价是干那限制是咱的会友，也是伊的直系亲属。就是配偶、父母还是子女，由各教会来台北中会、教会甲社会部来提出申请。以上无事，毋知要补充报告。以上是教会甲中会消息的报告。接着，咱做伙来吟尾辨析信息396首，信息396首。请兄弟起立，有时煞请牧师来主导。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得到避讳。